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喺呢一個風雨飄搖嘅日子，我哋仍然能夠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一齊嚟到去聚集，讓我哋一同起立去敬拜我哋嘅主。耶和華的作為本為大，凡喜愛的都必考察。他所行的是尊榮和威嚴，他的公義傳到永遠。他行了奇事，使人紀念。耶和華有恩惠，有憐憫。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嘅上帝，你呢就係嗰一位行奇事嘅神。多謝你，你去創造呢個嘅世界，並且喺起初嘅時候已經揀選我哋眾人，讓我哋可以聽得到福音，讓我哋可以蒙拯救，使我哋得着主耶穌基督嗰個嘅榮光，除去我哋心裏面嘅罪同埋黑暗。我哋有感謝主賜下聖靈內住喺我哋嘅心裏面，使我哋能夠成為聖潔，去歸向你。弟兄姊妹啊，諸天都要述說神嘅榮耀，與我哋同心開口讚美我哋嘅上帝。諸天述述神榮耀尊貴，造物奇妙，讓初生驚嘆，伸手賜下無窮盡恩惠，統管四方，權能越過天際。諸天述述神榮耀尊貴，造物奇妙，讓初生驚嘆，伸手賜下無窮盡恩惠，統管四方，權能越過天際。神我的主，榮耀寶座前，列國俯伏敬拜，至高的你，神我的主，誰又可媲美？頌讚公義聖潔，權柄都歸於你。諸天述述神榮耀尊貴，造物奇妙，讓初生驚嘆，伸手賜下無窮盡恩惠，統管四方，權能越過天際。神我的主，榮耀寶座前，列國俯伏敬拜，至高的你，神我的主，誰又可媲美？頌讚公義聖潔，權柄都歸於你。神我的主，榮耀寶座前，列國俯伏敬拜，至高
眾唱哈利路亞。你話語創建一切，看萬有無從退位，盡力吶喊，大海呼應，眾唱哈利路亞。你話語創建一切，看萬有無從退位，盡力吶喊，大海呼應，眾唱哈利路亞。神我的主，榮耀寶座前，列國俯伏敬拜，至高的你，神我的主，誰又可媲美？頌讚公義聖潔，權柄都歸於你，都歸於你，都歸於你。神我的主，誰又可媲美？頌讚公義聖潔，權柄都歸於你，頌讚公義聖潔，權柄都歸於你，頌讚公義聖潔，權柄都歸於你。哈利路亞！我哋嘅主，我哋嘅神，因為你就係嗰一位公義聖潔，你又係統管全地嗰個嘅大君王，萬有都屬於你，列國都要向你下拜，所有嘅權柄都要歸於你。你用你嘅話語去創造呢個嘅世界，你按住你嘅形象嚟到去做人，使我哋能夠活出你嘅形象。你又將生命嘅氣息吹入人嘅鼻孔，使我哋成為有生命嘅人，可以去敬拜、去榮耀你。今日唯願我哋單單去屬於你，單單去依靠你。即使我哋面對住人生裏面好多好多嘅困難，但我哋仍然要投靠你啊！因為我哋知道主，你就係嗰個世界嘅光，唯有你先至係嗰個真正嘅依靠。各位可以請坐。前路似沒處可行，後退或有追兵已靠近，無懼神是我的原因，有光誰害怕黑暗？前路似沒處可行，後退或有追兵已靠近，無懼神是我的原因，有光誰害怕黑暗？從前去到現在，神仍掌管主宰，
主的愛照亮每個不信世代，神能將海分開，試煉盡都掩蓋。主超過我在面對的紅海，四面難阻，不致怯懦。風中展翅的我，在主安穩裡度過。前路似沒處可行，後退或有追兵已靠近，無懼神是我的原因，有光誰害怕黑暗？從前去到現在，神仍掌管主宰，主的愛照亮每個不信世代，神能將海分開，試煉盡都掩蓋。主超過我在面對的紅海，四面難阻，不致怯懦。中展翅的我，在主安穩裡度過。從前去到現在，神仍掌管主宰，主的愛照亮每個不信世代，神能將海分開，試煉盡都掩蓋。主超過我在面對的紅海，四面難阻，不致怯懦。風中展翅的我，在主安穩裡度過。從前去到現在，神仍掌管主宰，主的愛照亮每個不信世代，神能將海分開，試煉盡都掩蓋。主超過我在面對的紅海，四面難阻，不致怯懦。風中展翅的我，在主安穩裡度過。四面難阻，不致怯懦。風中展翅的我，在主安穩裡度過。在主安穩裡度過。主，我哋面對自己生命嘅時候，或者好多嘅軟弱，好多嘅難處，縱然我哋宣認我哋係幾咁相信你，我哋係投靠你嘅人，但係當逼迫、當危險、當試煉嚟到嘅時候，我哋對你嘅信心又有幾多呢？願你嘅靈去幫助我哋，提醒我哋，無論環境有幾咁嘅兇險，你光仍然要照亮我哋嘅生命，
你嘅愛仍然要牽引我哋去到你嘅跟前。願你嘅靈更新我哋，復興我哋，加添我哋嘅信心，以致我哋可以緊緊去跟隨你。以上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祈求，阿門。今日讀嘅聖經係記載喺雅各書2章14到26節。聖經話：我的弟兄們，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卻沒有行為，有什麼益處呢？這信心能救他嗎？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體，又缺了日用的飲食，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平平安安地去吧，願你們穿得暖，吃得飽，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這有什麼益處呢？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必有人說：你有信心，我有行為。你將你沒有行為的信心指給我看，我便藉着我的行為將我的信心指給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錯，鬼魔也信，卻是戰驚。虛浮的人啊，你願意知道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嗎？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把他兒子以撒獻在壇上，豈不是因行為稱義嗎？可見信心是與他的行為並行，而且信心因着行為才得成全。這就應驗經上所說：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他又得稱為神的朋友。這樣看來，人稱義是因着行為，不是單因着信。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們從別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樣因行為稱義嗎？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今日有羅志恒牧師喺當中證道，佢證道嘅題目叫做內外有信才是信。弟兄姊妹咧，我哋今日雖然咧唔能夠返到教會裏面咧，我哋一同去敬拜，但係神咧仍然喺呢個風雨裏面咧，讓我哋去經歷安穩。我哋喺家中咧可以一同去同感一靈去敬拜上帝。我哋都要感謝我哋嘅上帝，讓我哋去祈禱。愛我哋嘅主，我哋求你與我哋同在。雖然我哋今日唔能夠面對面一同喺呢一度去敬拜讚美你，但係因着聖靈將我哋嘅聯繫，我哋可以同感一靈，去將榮耀尊貴歸俾你。求主幫助我哋，讓我哋繼續去研讀雅各書嘅時候，你繼續與我哋說話，教導我哋昔日雅各佢所講嘅，今日喺我哋當中仍然顯得上帝你自己嘅作為。求主幫助，讓我哋謙卑去聆聽，敞開我哋嘅心靈去接受上帝你自己。我哋禱告咧，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弟兄姊妹啦，我哋咧經過咗由年頭開始啦，我哋去睇約翰1、2、3書。咁咧，我哋由雅各書開始咧，呢度咧已經去到第2章嘅後半段啦。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喺家中喺禮堂呢一度，你對雅各書究竟睇過未呢？你對雅各書有幾掌握呢？當我哋咧去理解雅各書嘅時候咧，我哋要明白乜嘢叫掌握一卷書卷，至少有3樣嘢。第一，當我哋話咧要掌握一卷書卷嘅時候咧，我哋要理解嗰個文本啊，即係其實雅各書講緊啲乜嘢。
第二咧就係同一時間咧，我哋要知道咧，我哋活喺一個乜嘢嘅世代。我哋咧唔係渾渾噩噩，或者咧好似好多人咁樣咧平平淡淡咁過咗我哋嘅人生。因為我哋嘅生命裏面咧有耶穌基督，我哋咧要閱讀咧，究竟我哋上帝擺我哋喺呢個世代生活，其實目的係啲乜嘢呢？最後啦，當我哋理解到聖經同我哋講嘅嘢，我哋又知道呢個世代係點嘅時候呢，我哋先要懂得咧點樣喺我哋生活裏面咧去實踐上帝嘅話語，去應用喺我哋嘅生活裏面。呢個先係真真正正咧，我哋能夠掌握到一卷書卷或者上帝嘅話語對我哋嘅意義係啲乜嘢。今日咧，我哋繼續去睇咧雅各書第2章，我哋咧去到第14節，我哋一齊去讀好唔好啊？預備1、2、3。我的弟兄們，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卻沒有行為，有什麼益處呢？這信心能救他嗎？呢度咧講緊啲乜嘢咧？呢度咧唔係講緊咧我哋一般咧，我哋浸信會又好，好多嘅福音派教會都好，我哋講緊咧因信稱義啊。呢度唔係講緊呢樣嘢。如果你話咧，因為呢度講緊一啲行為嘅問題嘅時候咧，呢度唔係講緊呢樣嘢。我哋咧知道咧信心同得救好有關係，但係咧其實當中咧包含住兩件事嘅。一個咧係一個永恆救贖嘅關係。即係咧，我哋相信耶穌基督作為咧神嘅兒子喺十字架上邊為我哋死，佢嘅寶血流盡洗淨我哋嘅罪嘅時候，當我哋去接受嘅時候，上帝咧就喺呢個永恆嘅生命裏面去將我哋喺罪裏面拯救過嚟。但係呢度所講嘅並唔係咧呢一種嘅救贖，呢度所講嘅係我哋今生人。我哋喺呢個世界所活嘅時候，我哋喺日常生活呢啲細節上邊有冇得拯救？點解咁講呢？如果呢度只係講因信稱義嘅話呢，喺雅各書第2章15節開始所講嗰啲例子呢，似乎同呢度如果係因信稱義呢，論唔上關係。呢度係講緊我哋點樣同身邊嘅人去相處。當我哋話咧，我哋要去理解一卷嘅書卷嘅時候咧，我哋要知道咧個背景係啲乜嘢，今世代係乜嘢。我哋試下睇下咧，當時咧雅各寫嘅時候咧，當時教會係點樣？教會係代表當時嘅信徒。當時咧喺第1世紀嘅後期，嗱雅各寫嘅時候咧，嗱我哋知道呢個雅各咧就唔係使徒嘅身份，亦都唔係咧當時咧12門徒。呢啲嘅人，而係咧當時咧記載咧係喺耶穌基督嘅屋企裏面，佢一個咧有血緣嘅一個嘅細佬啊，係啦，即係，但係咧呢個過程裏面咧，我哋睇到一件事，雅各寫嘅時候咧，佢唔好似咧保羅寫嘅書信，佢俾咧哥林多啊，佢俾一啲腓立比啊，俾一啲教會，佢唔係咁樣。呢度係講緊啲乜嘢咧？講緊係一個咧當時世代教會普遍嘅現象。係俾眾教會嘅，當時嘅教會面對緊啲咩事情啦？嚇，教會受大逼迫。當時咧喺第1世紀嘅中期打後咧，去到第2世紀初咧，教會係受逼迫得好犀利。係啦，只要咧你話認係基督徒咧，就會拎去處死噶啦。教會咧，但係咧同一時間咧就發現一件事喎。如果你有睇《使徒行傳》初期咧，嗰啲嘅信徒係點嘅咧？佢係天天聚會嘅。即係每日，你諗下，你可以想像啦，每日都係主日，係咪啊？你又唔使返工嘅，唔使返學嘅，每日就係咩啊？走埋一齊，信徒咧就係咧去敬拜、讚美啊、祈禱啊、抹餅啊，彼此嘅相交啊，得唔得咧？嚇，今日嘅生活，我哋知道咧係其實當時開始覺得啊，原來咧耶穌唔係好似佢哋想像咁樣咧，即刻返嚟啊！咁咧，所以咧教會咧就由天天聚會變到3日、5日，最後咧7天咧一次嘅聚會，延至今天仍然係咁樣。喺一個咁樣嘅背景底下，就產生一啲問題啦。本身人對上帝嘅信心咧係好迫切嘅，
佢哋期望緊耶穌基督隨時會翻嚟，可能聽日就翻嚟啦。所以於是佢哋可以擺低晒所有嘅嘢，一切嘅生活，佢哋咧淨係喺教會裏面。但係事實並唔係咁樣，因為上帝俾救恩人咧，佢有一個時限嘅，讓更多嘅人喺呢一個時限裏面得到呢個救恩。所以呢個恩典係好廣闊嘅。但係當時嘅人開始發覺啦，生活咧唔係佢哋預期，慢慢就發現咧，嗰個信心咧開始淡落嚟，對神翻嚟嗰種嘅迫切性咧越嚟越咩啊？越嚟越冇睇得咁重。所以咧當時咧越嚟越多信徒之間嘅問題出現咗啦。所以雅各先寫咗呢個嘅書信，當中係講咗好多信徒相交之間嘅一啲嘅問題，亦都係講緊咧當時教會咧信徒咧對外嘅一啲嘅見證。我哋會想像，如果對內都唔係好好關係，對內都唔能夠去實踐愛人如己，喺教會以外又點做到呢？我哋睇呢節經文之前呢，我哋要睇一樣嘢先。嗱，頭先我哋話呢，睇翻轉頭。頭先我哋話當時嘅教會係咁啊，咁我哋問啦，咁而家嘅教會係點呢？頭先我話呢，我哋要閲讀呢個世代啊嘛，係咪？第一世紀嘅後期係好受逼迫嘅日子。我想問大家在座啦，喺家中啊，你覺唔覺得今日你有逼迫啊？你有邊個逼迫到你啊？係嘛？你做老公可能你老婆逼迫到你，係咪？做仔女嘅可能咩啊？你阿爸阿媽逼迫到你，但係嗰啲唔係逼迫嚟嘅，係嘛？你嘅家人對你有種期望，好想你咧第日生活得舒適啲，於是咧去呢度咧去讓你咧咩啊？唔好玩咁多啦，多啲努力嘅學習啦，係咪？呢個唔係逼迫嚟嘅。咩叫逼迫咧？係講緊咧，因為耶穌基督嘅緣故，佢嘅名嘅緣故，我哋生活裡面有艱難嗰種嘅逼迫。我哋今日有冇咧？我哋喺香港生活，我哋有冇呢種逼迫咧？似乎其實我哋呢幾十年嚟都冇呢啲逼迫。既然冇呢啲逼迫，於是咧我哋點啊？我哋唔係好迫切咧要去活出上帝嘅話語嘅，因為咧歷世歷代嘅教會話俾你聽咧，信徒越係面對逼迫，教會嘅生命力越強，教會向外擴展嗰個嘅迫切性越強，越喺逼迫嘅日子，福音行得越快。同一時間咧喺呢一個世代咧，我哋知道一樣嘢喎。嗱，佢呢度話咧，當時耶穌不好似佢哋預期咁即刻翻嚟，但係呢個世代甚至咧係耶穌本身呢個名字或者呢個人咧已經被世界扭曲咗，唔係聖經講過耶穌，係咪？唔知曾幾何時點解聖誕節咧我哋注重聖誕老人咧多過耶穌嘅，甚至咧我哋會去否定咧耶穌曾經嚟過呢個世界，否定耶穌基督嘅神聖，否定耶穌基督嘅一切。甚至咧有啲基督教嘅學校都唔可以喺課堂裡面講耶穌。但係有一樣嘢係好真實嘅，當時嘅世代嘅教會同今日嘅世代嘅教會喺呢2000年嚟，從來都冇離開過內憂同外患，仍然要面對。咁我哋作為呢一個世代嘅信徒，當我哋睇到雅各所講嘅時候，我哋要點樣做呢？於是咧，雅各喺第2章第15節，佢就講啦，究竟我哋呢班人做咗啲乜嘢啦？我哋一齊讀第15節，預備1、2、3。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體，又缺了日用的飲食，弟兄姊妹，我想問一個問題嗱，我專登咧highlight 咗咧赤身露體同日用的飲食嘅。喺你印象裡面啊，聖經幾時出現過赤身露體呢4個字啊？嗱，我哋要理解多啲嘢嘅。寫呢個書卷嗰個係雅各，雅各佢最多引用係邊一個講嘅嘢咧？你要想像耶穌。佢唔係嗰啲門徒使徒，係咪啊？佢可以咧去引用其他嗱。如果你赤身露體咧，我哋要諗喎。保羅都曾經講過赤身露體。羅馬書第8章話俾我哋聽乜嘢啊？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
其中一個條件，佢講嗰個就係赤身露體嘛。呢度講嘅赤身露體，如果用雅各作為耶穌基督地上嘅細佬嘅話呢，我會即刻諗到一段嘅經文，喺馬太福音第25章呢，當耶穌講一個山羊同綿羊嘅比喻啊，弟兄姊妹有冇聽過啊？嗰度嘅話呢，嗰個君王呢，佢就將山羊呢就擺喺左邊，綿羊呢就係擺喺右邊。嗰度咁樣話，於是呢，王呢要向右邊嗰啲話啦。你哋呢啲蒙我父賜福嘅呢，可以嚟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所預備嗰個嘅國度。因為我餓咗嘅時候呢，你哋俾我食；我口渴嘅時候呢，你俾水我飲；我作客旅嘅時候呢，你留住我去居住；我赤身露體嘅時候呢，你哋俾我衫去着；我病咗嘅時候呢，你哋探望我；我喺監裏面嘅時候呢，你哋都嚟去睇我。嗰啲喺右邊嗰啲嘅綿羊嗰啲義人就回答啦：主啊，我咩時候見過你肚餓啊？俾嘢你食啊？你口渴嘅時候俾你飲水啊？咩時候見到你做客旅留住你住啊？你赤身露體嘅時候俾你衫你穿？有咩時候你病嘅時候你坐監嘅時候我嚟探望你呢？呢個王就回答啦：我實在告訴你，呢啲事你既做喺一個兄弟最小嘅兄弟身上，就係做喺我身上啦。所以雅各當佢講赤身露體嘅時候，我哋即刻去聯想到佢講耶穌基督講呢個比喻，講緊為身邊一個最小嘅弟兄所做。跟住呢，佢又講話又缺了日用的飲食。弟兄姊妹，當日用的飲食呢5個字出現嘅時候，你最諗到嘅係啲乜嘢啊？會唔會諗到呢段啊？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句我哋一齊讀，預備1、2、3。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呢段係乜嘢嚟嘅？呢段係耶穌教我哋咧點樣去祈禱。頭嗰2句咧係講緊咧，我哋咧好想咧上帝嘅國度降臨，好想上帝嘅旨意咧喺我哋當中成就。於是咧跟住就講緊咧，我哋咧人為自己去祈禱啦。呢度一開始第一個就係日用的飲食。當雅各咧去講呢個有啲弟兄姊妹咧喺身邊，佢哋有需要有呢啲日用嘅飲食嘅時候咧。跟住後邊其實講咗話咧，你就話我會為你祈禱噶，你平平安安去啦咁樣，乜都冇做到其實。於是話有咩益處咧？講緊嗱，我哋點祈禱呢段我哋都會求我哋日用嘅飲食喎。嗱，今日可能咧，我哋日用嘅飲食咧，未必係咧1日3餐嘅。我哋香港人咧都未必會為下一餐嗰碗飯咧去祈禱嘅。但我哋為啲更高層次嘅物質去祈禱嘅，係咪？講日用嘅飲食嘅時候。係咪？嗱，可能咧，我哋咧普遍嘅香港人啦，我哋入息中位數啦，可能係2萬零蚊啦，係咪？咁我哋正常嗰種生活啦，你唔會咩啊？2萬零蚊咧，你日用嘅飲食，你會唔會去求咧？上帝咧，聽日俾架車我咁樣，後日俾層樓我，你唔會求呢啲嘅，係嘛？但係我又問啦，如果有錢人咧，大有錢人，如果佢求嘅日用嘅飲食係啲乜嘢？佢求嘅飲食可能係真係要好多錢喎。原因係乜嘢？原因唔係佢用到幾多喎。我哋諗下，我哋好多香港好多嘅有錢嘅人，佢係一啲企業嘅大老闆嚟嘅。企業大老闆咧，佢唔係淨係自己食啊，佢要養好多員工啊。嗰啲員工係背後係好多個家庭，佢要出糧俾嗰啲員工噶嘛，所以佢都要求上帝俾佢生意做得到而出到糧啊。所以佢求個日用嘅飲食嗰個份量同我哋有啲唔同嘅。咁你咧，但係又咁講喎，你唔好羨慕佢哋。點解？聖經話俾我哋知，耶穌講多給誰，多向誰取啊嘛。所以你唔需要羨慕啲有錢人噶，因為上帝會喺佢身上攞更多。佢俾5000，佢自然要攞翻5000。哇！所以我攞500就夠啦，係咪啊？但係呢度講緊啲乜嘢咧？當雅各提起日用嘅飲食嘅時候，我哋就話我哋去求神賜予日用嘅飲食俾我哋。
但係同一時間隔離嗰個佢連日用嘅飲食都不足嘅時候，你會點回應呢？如果你唔去幫助，就好似乜嘢呢？我哋用信心向上帝求日用嘅飲食，但係隔離嗰個呢，呢個係上帝嘅事，唔關我事。我再講多一次咯，我哋用信心向上帝求日用嘅飲食，但係同一時間隔離嗰個有需要，呢個唔關我事，呢個係上帝同佢之間嘅事。跟住呢段主禱文後邊嗰句話俾我哋聽，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耶穌基督點樣教導啊？佢話呢，我哋先要饒恕人嘅過犯，我哋就必蒙天父嘅饒恕。喺呢一段話俾我哋聽，如果我哋唔饒恕人，上帝都唔饒恕我哋。如果用一個咁樣嘅形式去理解翻頭先嗰句，我哋唔去幫忙嗰啲有日用飲食需要嘅人，上帝亦都唔會供應日用嘅飲食俾我哋。所以雅各當佢講呢番説話嘅時候，話你哋講叫我哋平平安安嘅去，但係你又唔供給任何嘢，對你自己對嗰啲人有咩益處呢？跟住雅各書第2章第18節，我哋一齊讀，預備1、2、3。必有人說：你有信心，我有行為。你將你沒有行為的信心指給我看，我便藉着我的行為將我的信心指給你看。嗱，如果你認真去睇呢句説話呢，你覺得係咩嚟㗎？我想問下你先。我哋試下咁樣諗嚇。有一日嗱，我都會㗎，翻到屋企嚇，見到個仔掛住打機嚇，乜都唔做，係嘛？佢之前嗰晚咧就同我講話咧，佢會幫媽媽做家務嘅，講嘅啫。咁第二日翻去又點啊？唔做噶嘛。咁我就行埋去啦。講你又叻，嗱，我做俾你睇啊！我就唔講嘅，我即刻嗱幫媽媽做呢樣做嗰樣做嗰樣做嗰樣啦。我就將我嘅行為話俾你知，你所講嘅係咪咁樣？類似咁樣啦，係咪？但係你知唔知講呢句説話咧，有咩結果出現㗎？講呢句説話咧，唔係我成日覺得我自己翻轉頭我諗，唔係好幫到個仔，佢真係走去幫媽媽㗎喎。我淨係好似一種咧咩啊，係落緊佢啦，挑緊佢機啦，係咪啊？話講你係叻啊！嗱，我做俾你睇啊！你睇你個衰樣，係咪明啊？其實打擊緊佢嘅喎。當咧雅各講嘅時候咧，佢話俾我哋聽，當時嘅教會有呢個情況出現。有啲人咧係有信心又有行為，有啲人有信心冇行為。但係呢班有信心冇行為同有信心有行為嘅人擺埋一齊嘅時候，發生咩事呢？就係嗰啲有信心有行為嘅人去指責緊嗰啲有信心而冇行為嘅人啊嘛！呢句説話就話俾我哋聽呢件事啊嘛！呢句説話出現就話俾你聽，其實教會開始分裂啊！教會出現咗一啲分門別類啊，係咪啊？好似呢之前嗰段聖經呢，慧嫻姑娘同我哋講呢，教會出現咗乜嘢啊？啲人咩？對啲有錢人好啲咯，對啲窮人差啲咯。分別咗有錢人同窮人咯。呢度講乜嘢啊？分辨咗嗰啲努力去咩啊？去貢獻自己嗰啲人同埋嗰啲咩啊？得把口嘅人。但係你問我，喂，咁嗰啲人抵死啊嘛？佢自己唔喐，係咪？佢唔喐啫，你都唔需要咁樣打擊佢噶嘛。審判嘅角色唔係喺我哋嗰度，審判嘅角色喺上帝自己嗰度。我哋要做好自己就得啦。好似咧耶穌咧同彼得講話，同阿約翰講，喂，嗰個人最後點啊？我話你唔彼得講，你唔好理佢係點啦。最後你跟從我得你，因為
你嘅苦況，你唔同佢嘅苦況。我哋每人都要明白一樣嘢，我哋唔能夠咧將自己嗰條線咧擺喺人哋嗰度。但係雅各提醒我哋，當時嘅世代出現呢啲嘅事情，今日嘅教會仍然有呢啲問題。我哋都係用人嘅眼光去睇緊自己同身邊嘅人。呢個係普遍教會當時同呢個世代都出現緊嘅現象。所以雅各要提醒我哋，唔好因為呢啲嘅緣故出現咗分門別類、結黨分裂。所以雅各跟住用咗第19節去講，我哋一齊讀啊！預備1、2、3。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錯，鬼魔也信，就是戰兢。其實雅各咧用呢一句説話咧係好嚴厲噶，係用我哋，係用教會嘅信徒同魔鬼去類比緊啊！你覺得你係咪魔鬼啊？你覺得你係咪魔鬼啊？你話我唔係啊！我哋比阿彼得叻啲噶嘛？彼得話咩啊？彼得最後佢話：耶穌你唔好去死啦！咁跟住耶穌講咩啊？魔鬼退去。原來咧，就算咁親近嘅耶穌嘅彼得咧，佢都會犯呢啲錯誤嘅。魔鬼喺佢心裏面放大咗佢自己嘅諗法，加諸喺上帝嘅身上。於是雅各提醒我哋，當我哋話我哋信上帝而冇後續嘅嘢出現呢，其實就等於魔鬼一樣。佢都信啦，佢都信呢個呢係獨生上帝嘅獨生兒子啊！佢都信，不過呢，佢唔會聽佢講，亦都唔會跟住佢所教導嘅去行。如果我哋講信心同行為喺呢一度呢，我哋要理解一件好重要嘅事情。如果呢個信心冇上帝喺我哋當中嘅話呢，呢個信心並唔係聖經所講嘅信心。呢個信心包括咗3樣嘢。第一呢，就係我哋對上帝倚靠嘅信心。喺我哋嘅成個人裏裏外外，我哋係咪都係倚靠上帝嘅呢？定係用緊我哋嘅聰明才智去過生活嘅呢？係啊，但係我哋好理解一樣嘢，我哋嘅聰明才智亦都係來自上帝嘅。對自我紀律嘅信心，所以呢，耶穌基督又好，喺舊約好教導好多我哋點做人啊。我哋先改變到我哋一啲做人裡面嘅特質，以至我哋呢先去到第3個，就係對別人一齊生活嘅時候，我哋點實踐呢個嘅信心。嗱，呢度講緊啲乜嘢呢？係一個層遞式嘅，唔會翻轉頭。我哋先呢同人實踐咗上帝嘅信心，跟住呢就改變自我紀律啦，最後呢就倚靠上帝啦。從來唔係咁嘅。從來係先由我哋同上帝嘅關係開始，跟住慢慢上帝改變我哋嘅行事為人，再同人相處，顯到咧聖經所講嗰種行為信心之間嗰種嘅完整性。如果我哋今日嘅行為喺教會裏面又好，喺教會外邊又好，冇顯到我哋對上帝嘅信心，呢個就係正正雅各講嘅信心沒有行為。於是雅各跟住咧，雅各講聖經，即係佢講上帝嘅話咧，佢都唔係咁悶噶，佢都用啲例子噶。呢個例子係咩咧？雅各書第2章第21至25節咧，佢提咗2個嘅例子，兩個歷史上嘅例子。一個咧就係亞伯拉罕嘅信心，獻以撒嘅信心。第二個咧就係妓女拉合喺個城裏面咧，去為咗拯救嗰2個咧進入城嗰2個嘅探子上帝嘅使者嗰份嘅信心。弟兄姊妹，點解雅各要提呢2個例子啊？知唔知點解？其實好多例子可以提啊。
點解要提呢兩個咧？獨獨佢又唔提，佢冇第三個、第四個，呢度淨係提呢兩個咧？有冇諗過？因為呢兩個嘅例子已經包含晒所有嘢啦。第一，有男人有女人，有以色列人有外邦人，有好尊貴嘅佢哋嘅祖先，亦都有極之下等嘅妓女。於是雅各就用咗呢兩個實質嘅例子，話俾我哋知，無論佢有幾尊貴，血裔係幾純正，或者你嘅身份幾低賤，幾唔受被人尊重，只要你對神有信心，並且顯得出嗰種嘅行為，呢兩個人最後係記載喺新約耶穌基督呢個信心國度嘅家譜裏面。雅各用咗呢兩個例子去提醒我哋，沒有人唔包括喺呢一個信心裏面。最後啦，雅各書第2章一個嘅總結，佢話呢，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嗱，如果按文法嚟講，呢句説話好怪嘅。我專登用嗰兩個箭嘴幫助大家嚇。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身體同行為係咪應該同一樣嘢嚟㗎？係啊。靈魂同信心係咪應該同一樣嘢嚟㗎？靈魂同信心係裏面嘅。行為同身體喺出邊嘅，但係呢個文法咧，佢又唔係咁樣嘅喎，佢係身體、靈魂、信心、行為。如果文法上面應該係點咧？就係身體、靈魂、行為、信心嘅喎。咁點解要咁寫咧？咁我真係翻去睇原文都係咁嘅喎。佢翻譯出嚟真係好認真去翻譯嘅，原文都係兩個箭嘴方向嘅喎。咁我就嘗試將佢呢個砌翻好啲啦。咁啊點咧？靈魂同信心喺我哋裏面咧，係一個核心嚟嘅。延展出去咧，就係我哋嘅身體同我哋嘅行為啦。似乜嘢？如果畫多一條直線咧，就係一個十字架嚟嘅。其實耶穌基督就將佢自己嘅靈魂交付喺上帝嘅手度。佢將對上帝嗰種信心，在地上生活嗰33年，喺一個混喺一個人嘅肉身裏面嗰份嘅信心顯示俾我哋睇。就算面對罪惡，佢仍然堅信倚靠上帝，守住咗自己。點樣俾我哋睇到呢？當佢敞開對手話俾世人知嘅時候，佢用嘅身體，用佢在地上嘅所有言行去證明佢呢個靈魂所相信嘅係真實，又讓我哋睇到上帝佢自己。所以當雅各佢最後用呢一句說話作為總結嘅時候，幫助我哋理解，原來呢個信心係植根喺我哋嘅靈魂深處，以致我哋可以用身體將呢個信心所顯出嘅行為，讓世人看得見。今日如果我話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教會沒有見證也是死的。因為呢個見證係要由裏面、外面，我哋一同去榮耀上帝。最後咧，去分享少少嘢。我哋咧開始去諗緊咧出年我哋嘅目標方向，甚至咧可能嚟緊嘅目標方向。我哋今年咧，我哋話要認罪，跟住向前踏進社群。我哋諗緊點樣踏進社群。於是咧，我哋有個小組成立咗，我哋咧需要教會有啲更新嘅嘢要做。咁咧，我哋咧就喺呢個更新組裏面咧，我哋傾咗一件好重大嘅事情，就係咧嚟緊咧，我哋咧回應
教會咧一個咧講咗20幾30年嘅一個訴求。我哋教會咧一個好耐嘅建築物，我哋有一樣嘢，我哋係好多建築物有，我哋係冇嘅升降機啊！我每個主日咧，我見到嗰啲長者咧，嗰啲行動不便嘅，佢哋好堅持咧，由地下行上嚟呢個禮堂呢度去崇拜咧。我覺得佢哋真係用緊佢哋嘅行為表達佢哋對上帝嘅信心。但係我哋同一時間，我哋都要咩啊？我哋要去理解佢哋唔係永遠都能夠行到上嚟，隻腳越嚟越唔聽話啦。肌肉開始萎縮啦，年紀越嚟越大啦，咁所以其實我哋有啲長者咧，佢哋喺樓下副堂嗰度咧去崇拜嘅。咁於是咧，我哋去諗啦，有冇可能咧，我哋整一個升降台，我哋由地下副堂咧可以上到嚟禮堂呢度嘅，係可行嘅嚇，弟兄姊妹，我哋咁樣諗係可行嘅。但係同一時，我諗一個問題，呢個升降台如果真係起得成，唔係淨係為咗滿足教會內部我哋弟兄姊妹嘅需要。當我哋話要打開門，我哋要走入社群嘅時候，我哋不期然要接觸我哋嘅街坊。人口老化係香港或者整個世界嘅問題嚟嘅，我哋要共同面對。當我哋接觸街坊嘅時候，我哋不期然要知道，我哋一定會接觸到年長嘅人。如果佢入到嚟教會，好似我哋本身嘅人一樣，我哋都係要行樓梯㗎喇。其實真係阻礙咗佢哋嚟到教會嘅。所以我哋咧呢一個嘅諗法咧，我哋唔係淨係諗要滿足教會內部嘅需要，同一時間我哋都要去為我哋將要接觸到嘅街坊鄰舍去滿足佢哋嘅需要。當我哋咁樣去諗嘅時候，就發現我哋要付出呢個信心，同一時間要獻出行為。嗱，事實要做呢啲工程係要錢嘅喎，啲錢邊度嚟嘅咧？啲錢邊度嚟嘅咧？香港仔浸信會今年第121年，從來冇缺乏過。就算我哋呢個嘅教堂隔離嘅幼稚園，呢啲嘅建築物唔係突然間喺個天度跌落嚟嘅。如果你睇返我哋教會嘅咁多年嘅文獻啊，當每次要起呢啲建築物嘅時候，係點樣出現嘅呢？係好多嘅弟兄姊妹呢，佢1蚊1蚊。嗰陣啲人好窮㗎，唔係我哋而家咁富有㗎，儲翻嚟嘅。佢哋咧去將佢哋自己僅有可能咧喺個夾萬啊、保險箱嗰啲攞晒翻嚟奉獻，於是教會可以咧起到呢個建築物。今日如果我哋話我哋要繼續去向前走，我哋過往嘅弟兄姊妹俾我哋嗰啲嘅信心嘅見證，今日亦都應該去激勵到我哋咁樣去做。我哋好努力，我哋好想打開門，我哋好想去接觸社群。但係同一時間，雅各提醒我哋首先要去改變，被上帝去改變。我哋裏邊係點樣嘅？我哋係咪好知道身邊我哋弟兄姊妹嘅需要呢？你話佢話，我哋今日呢，我哋有幾多赤身露體啊？我哋有幾多日用嘅飲食啊？因為香港唔會餓死人噶嘛。香港亦都唔會有人喺個街度你見到冇衫着噶嘛，係咪啊？我哋改變個層次，我哋會唔會去理解我哋身邊嘅弟兄姊妹，其實佢哋真正嘅需要係啲乜嘢呢？佢可能係情緒上面嘅需要，佢可能係喺照顧家人、幫助身邊人裏面嗰種壓力、嗰種嘅需要。可能喺工作裏面面對好大嘅難關嘅需要，可能喺學業、人際關係呢啲嘅需要，我哋睇唔睇到呢？上帝俾我哋有雅各書提醒我哋，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
今日嘅教會，如果我哋唔能夠喺呢度繼續見證上帝，也是死的。讓我哋同祈禱。天父上帝，我哋求你幫助我哋。主啊，呢個雅各所講嘅係2000年嚟教會好多時候都發生嘅事情。求主幫助我哋，讓你自己嘅話語成為我哋嘅幫助，親自嘅去提醒幫助我哋。我哋知道我哋軟弱，但係我哋知道，當我哋願意付出呢個信心嘅時候，你就賜予我哋能力作美好嘅見證。求主讓我哋教會合一，被你嘅改變，以致我哋可以打開我哋嘅門，我哋去迎接更多嘅人嚟到香港仔浸信會聽聞你自己嘅福音。求主拖大，禱告奉耶穌嘅名，阿門。因為萬物都從你而來，我們把從你手得來的獻給你。弟兄姊妹，讓我哋透過奉獻向主作出回應。弟兄姊妹可以透過以下嘅方式作出奉獻。第一個係寫劃線支票，抬頭可以寫香港仔浸信會。第二個方法係直接將款項存入教會嘅戶口裏邊。請弟兄姊妹務必將你入數嘅收條寄翻嚟教會啦，傳真啦，或者電郵翻嚟教會，教會先至可以發出正式嘅收據。如果你唔需要收據嘅，亦請你通知教會，方便我哋可以入帳。查詢聯絡可以向我哋嘅黃鳳儀行政幹事嚟到去聯絡。如果以上嘅方法你都唔能夠透過以上嘅方法去奉獻，弟兄姊妹可以喺下個禮拜再翻嚟教會嘅時候作出奉獻。讓我哋都透過呢一首嘅詩歌，主超過我在面對的紅海，我哋喺神嘅面前再一次去立志，喺我哋嘅行為上邊，喺我哋嘅信仰生活嘅當中，展現我哋對上帝嗰個嘅信心。前路似沒處可行，後退或有追兵已靠近，無懼神是我的原因，有光誰害怕黑暗？前路似沒處可行，後退或有追兵已靠近，無懼神是我的原因，有光誰害怕黑暗？從前去到現在，神仍掌管主宰，主的愛照亮每個不信世代。神能將海分開，使連盡都掩蓋，主超過我在面對的紅海，四面難阻不致怯懦，風中展翅的我，在主安穩裏度過。前路似沒處可行，
神是我的原因，有光誰害怕黑暗？從前去到現在，神仍掌管主宰，主的愛照亮每個不信世代，神能將海分開，思念像都掩蓋，主超過我在面對的航海，四面難阻不知險惡，風中展翅的我，在主安穩裏度過。從前去到現在，神仍掌管主宰，主的愛照亮每個不信世代，神能將海分開，思念像都掩蓋，主超過我在面對的航海，四面難阻不知險惡，風中展翅的我，在主安穩裏度過。從前去到現在，神仍掌管主宰，主的愛照亮每個不信世代，神能將海分開，思念像都掩蓋，主超過我在面對的航海，四面難阻不知險惡，風中展翅的我，在主安穩裏度過，四面難阻不知險惡，風中展翅的我，在主安穩裏度過，在主安穩裏度過。弟兄姊妹，我哋一同嘅起立，我哋咧為着奉獻嚟到去禱告。主啊，感謝你嘅恩典，我哋嘅生命，我哋嘅一切都係屬於你嘅。願意我哋嘅眾人嘅生命都靠主大有喜樂，使我哋能夠關懷身邊有需要嘅人，又叫我哋知道點樣處卑賤，又叫我哋知道怎樣去處富足。無論乜嘢嘅境況，我哋都有信心繼續嚟到去跟隨你，因為我哋靠着嗰個加給我哋力量嘅，我哋凡事都能作。又叫我哋有弟兄姊妹可以分擔彼此嘅憂患，好使我哋唔單止有金錢嘅力量能力可以去奉獻俾你，我哋更加有生命嘅動力，我哋有美好嘅靈性、美好嘅生命見證去奉獻俾主你自己。多謝你聽我哋嘅禱告，以上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讚美一生萬福之源，天下生靈都當中現，天上萬軍一讚主名，
讓我哋一同領受從神而嚟嘅賜福。願盡心盡性盡意愛人嘅信心，以及愛人如己嘅信心，藉着你哋嘅行為見證榮耀上帝佢自己。又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安慰，常與你們同在，特別喺打風嘅日子，賜予你哋平安，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門。弟兄姊妹請坐。今日呢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特別於呢大家要喺家中崇拜，因為颱風嘅關係。但係唔怕，無論我哋喺邊一度都可以同神有個結連，有個關係。而家有一啲嘅家事嘅分享，請大家嚟到留心去聽啦。本年度第2次嘅浸禮將會喺12月嘅5號或者6號舉行，要視乎浸禮嘅人數啦。咁呢浸禮班呢將會喺8月嘅22號開課，逢禮拜六下晝2點鐘，一共8堂。報名表可以喺禮堂門外同同工索取。8月16號呢就會截止報名㗎啦。而長者浸禮班呢，係會喺8月5號嘅星期三上晝9點半開課。8月2號即係下個主日呢就會截止報名啦。查詢同埋報名呢，可以同朱偉文傳道聯絡。而長者嘅福音班將會喺8月5號嘅星期三上晝8點45分開課。查詢報名請聯絡朱偉文傳道。財政部嘅消息，因為颱風嘅關係呢，認識士師記呢個嘅聖經講座就會順延到8月1號嘅星期六下晝2點鐘喺副堂5至6室舉行。查詢可以聯絡吳燕儀事工幹事。聯誼部消息，有8月30號呢，有一個叫做爆旋陀螺嘅比賽啊，叫做挪亞方舟杯。咁呢就會喺8月30號主日下晝1點半到4點鐘舉行嘅，喺副堂4至6室。費用係全免嘅，名額係32個人，獎品係人人有份嘅。咁咧，誠意弟兄姊妹咧，同埋陀螺愛好者嚟到參加。而7至9月嘅培育課程有2項，第一就係靈修茶館，將會喺8月1號呢個星期六下晝2點半喺副堂1室開課。而另外一個咧就係耶穌邀請你山上寶訓，將會喺8月2號下個主日上晝11點半喺副堂6室開課。有2個祈禱嘅聚會，一個係晚禱會喺7月嘅29號嘅晚上7點半，另外一個早禱會喺8月1號嘅早上8點鐘。請留意啦，因為颱風嘅關係呢，7月份嘅會友月會呢將會順延去到8月2號下個主日嘅第3堂崇拜後舉行。一啲肢體嘅消息，會有黃大圖弟兄，即係黃廖玉大姊妹嘅丈夫，喺7月20號安息主懷。安息禮拜定於8月8號星期六上晝10點15分喺本會副堂舉行。另外會有金顯耀弟兄，即係金陽梅芳姊妹嘅丈夫，喺7月23日安息主懷。另外會有鍾大喜弟兄，即係中國金水姊妹嘅丈夫。安息禮拜定於7月27日上晝11點45分喺本會禮堂副堂舉行。會有黎大福弟兄，即係黃金妹姊妹嘅丈夫。安息禮拜定於8月1號呢個星期六上晝10點半喺本會禮堂舉行。同工嘅消息，羅志仁牧師將會喺7月嘅28號到8月2號休假。黎永霞傳道將會喺7月嘅28號去到8月4號休假，而羅曉輝傳道將會喺7月嘅28號去到8月7號休假。
而陳偉連行政幹事咧將會喺7月嘅28號去到8月2號休假嘅。下個主日嘅崇拜，第1去到第3堂有劉英陽牧師，第4堂喺利安街嘅崇拜有金海燕傳道，而少年崇拜就係我哋嘅神學生黃坤華先生。第98屆嘅港九培靈研經會，今年嘅主題係叫做翻轉生命更新事主，將會喺8月1號去到10號喺九龍城浸信會舉行。歡迎各位弟兄姊妹咧屆時嚟到赴會。大會咧就設有網上嘅直播嘅，可以依照聚會嘅時間啦、瀏覽大會嘅網頁啦嚟到去參加。詳細嘅情況可以睇參與地下休息室嘅海報。今日嘅教牧代禱，好想為到大家有平安嚟到禱告。我記得我喺去外國讀書嘅時候咧，我打電話俾一個老師，個老師咧揾唔到佢嘅，佢係電話錄音嚟嘅。當佢電話錄音嘅時候，佢第一句咧就係同我講 Salam。Salam 喺呢個係一個希伯來文啦。咁佢嘅中文嘅意思叫做平安。好少人會用平安嚟到做一個叫做歡迎嘅説話，即係開場白咁樣。原來平安喺每一個人心目中咧都好重要嘅。所以主耶穌賜我哋嘅平安，唔同世人所賜嘅。世人所賜嘅可能只係門面上嘅意思，或者係外在身體上面嘅意思。但係主耶穌基督俾我哋嘅平安係心裏邊會有平安嘅。但願喺呢個風雨飄搖嘅日子裏邊，大家都有平安喺當中。我哋一齊有禱告嘅時候，親愛主耶穌，今日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因為颱風嚟到香港呢個地方。我哋返唔到教會，但係呢，我哋仍然可以透過網上嘅崇拜嚟到去一齊嚟到敬拜你，實在係感恩。主啊，求你讓我哋喺家中有平安，讓我哋一啲要喺颱風日子要返工做工嘅弟兄姊妹，我哋求你都俾佢哋有平安。求主呢，讓我哋明白呢個平安唔係淨係外在嘅，而係你所賜嘅係有內心嘅。所以外在同內心嘅平安，你都俾過我哋。求主你讓我哋記得平安在我哋心中。求天父你時常帶領住我哋。我哋咁樣禱告，奉救主耶穌基督得勝之名祈求，阿門。弟兄姊妹咧，讓我哋再次去站立，我哋咧唱最後一首嘅詩歌，求主給這世代看見異象，願上帝繼續咧發出佢嘅異象喺呢個嘅世代裏邊，俾我哋睇得到，讓我哋好好跟隨我哋嘅主。光除掉黑暗，但願世裏充斥了頹垣敗瓦，你可否聽到我呼喊？你榮耀降臨，號召你的子女同負十架，歌聲在全地奏響，萬世君王，從黑暗世代裏綻放出光芒，覆蓋這地方，被擄得釋放，瞎眼今得看見，願我心更新意念，聽見你差遣。求主給這世代看見異象，從末世仰望你必有回響，請讓我看見，心力全然奉獻，能在這荒土中心作戰，全是你恩典。求主給這世代看見異象，從末世仰望你，求被你差遣，
積了頹垣敗瓦，你可否聽到我呼喊？你榮耀降臨，號召你的子女同負十架，角聲在全地奏響，萬世君王。從黑暗世代裏綻放出光芒，覆蓋這地方，被擄得釋放，瞎眼今得看見，願我心更新意念，聽見你差遣。給這世代看見異象，從末世仰望你必有回響，請讓我看見心力全然奉獻，能在這荒土中心作戰，全是你恩典。求主給這世代看見異象，從末世仰望你，求被你差遣。願我們興起，國度榮耀屬你，主光芒今統領這地，合一歸你。世君王，從黑暗世代裏綻放出光芒，照亮着前路，被擄得釋放，瞎眼全然看見，願我心抓緊信念，見證你恩典，世君世代裏綻放出光芒，照亮着前路，被擄得釋放，瞎眼全然看見，願我心抓緊信念，見證你恩典。從末世仰望你，必有回響，請讓我看見，心力全然奉獻，能在這荒土中心作戰，全是你恩典。求主給這世代看見異象，從末世仰望你，求被你差遣。願我們興起，國度榮耀屬你，主光芒今統領這地，合一歸你。屬你，主光芒今統領這地，合一歸你。喺散會嘅時候，願主賜大家平安。